各位亲爱的兄弟平安。咱今仔日要接续顶摆的讲道，讲到路得记。伫路得记的中间有真侪真趣味的故事。也伫遮的故事中间，重新来看见上帝恩典转甲出外人、外邦人、甲欠缺软弱、弱势的人三角同在。含拄仔咱的儿童信息也讲到即个故事，事实上是主日学因先去读即个故事，先去读路得记，先对遮的人有一个认捌，然后我才对即个中间重新取材来讲即个讲道篇。伫咱所读今仔日读的经节内底有讲到讲，即个波阿斯伊是阿比米勒伊的亲情，伊是伊的亲情。然后即个亲情真拄好，伊真有钱，所以伊有足侪土地。伊的土地伫迄个中间真济，所以若根据当初时犹太人因的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当因的田伫遐要收割麦仔，收割的时，因无将落伫涂骹的麦仔，还是将田内底所有的麦仔拢总割甲了，因会留一寡互遐弱小的人，互欠缺的人，互无田人种的人，互因有地通去讨生活。因用的方式就是互因去捡。所以迄当时，即个路得嘛，甲伊的婆婆甲伊讲，互我来人田来后壁，会当去捡遐个麦仔。上帝若互我有恩典，我就有通捡。我若会当捡到物件，咱就袂枵死，咱就有通食。所以即个拿俄米伊也伫即个中间，其实也真高不忠，就互路得去田内底去捡。但是无拍算，伊去拄好真臭坎。咱的白话字的圣经讲到真臭坎，足拄好的，不是计划中的真臭坎，拄好去到阿比米勒的田内底去捡。咱今仔日圣经才敢若读到第7节尔。你若对第7节搁继续读到13节，你会当看到即个波阿斯，伊伫遐看到即个路得伫遐咧捡，伊转问其他的人讲，即个波阿斯伫田内底看到真侪人伫收割的人，算伊的工人，所以即个波阿斯伊会甲因请安问好，愿邀我甲你三角。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头家，伊看重伊家己所请的工，伫因在做工该尽的工作的时，伊犹原用真好的态度来款待因，所以伊甲因请安，甲因祝福。但是伊也伫迄个中间看见着路得，所以伊甲问：迄是甚物人因兜的查某人？那是谁家的女子？迄个路得是甚物人因兜的？较有即个人，我毋捌看过。咱若对遮个真小的动作，咱会当发现，波阿斯伊有熟悉伊家己的工人，加一个人减一个人，伊知影。所以当迄个人加出来时，哎哟，即个人是啥物人？是安怎有即个人伫即个所在？所以有人就甲讲，伊就是阿比米勒的媳妇，伊是路得。其实伫即规个过程，路得甲拿俄米因转来到伫犹太地、以色列地时，其实规个亲族，逐个人拢知影。因为有过去有一个人出去外口打拼10几年了后，转来到伫家己的故乡，然后因真欠缺，逐个人拢知影。所以即个波阿斯转去甲即个路得讲另外一句话，伊甲伊讲：查某囝，听我讲。毋通到别人的田里去捡，你也茫离开即块地，茫离开即个所在，爱紧紧对着我的查某囡仔。伊的意思就是讲，甲路得讲，你毋免去别位捡，你留伫我的土地来捡，你留伫即个所在来捡，然后我要好好照顾你。你若是对第8节以后一直读落。你会发现讲，波阿斯伊不只是对路得讲，你留伫我的田内底来捡遮个物件，
伊佫甲伊讲，你若喙焦，你去找啉的；你若是枵，你会当去食，你会当甲我的查某囡仔做伙行，做伙食，做伙休困。所以，即个保阿师用一个真好的态度来款待即个路德，互路德会当伫即个中间安心啊，捡迄个麦啊，然后最后保阿师佫甲即个路德佫讲一句话，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互人感动的。伊讲：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赏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实啊！愿你远远得到伊的报酬。所以，保阿师伫即个中间，伊所做的是甚物？伊不只是用一个人的角度、一个头家的角度、一个亲族、真远亲人的角度来款待即个路德。伊相时用另外一个角度，用一个无共信仰、无共宗族，甚至是无信奉共一个上帝，伊甲伊讲：今仔日你既然选择着耶和华上帝。来成做你的上帝，所以愿你来倚靠耶和华上帝，你也要得到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稳定安稳。我想这是保阿师伫即个中间，伊不只是用一个头家的角度，互伊讲你会当伫我遮做人位，伊甚至甲伊讲，你会当伫即个信仰内底，跟对着即个上帝内底，得到你的安慰，得到医治，得到你欠缺顶悬的帮助。是安怎？我用生命中间的贵人来成做我的题目。其实这已经毋是我第一摆用即个题目名来做我的工匠的题目。但是你若去查贵人，真趣味。贵人其实是过去伫汉朝的时就已经有唐朝、汉朝伊拢有即个名的出现。伊是比封号较低落来。伫魏晋南北朝的时，有一个三夫人，叫做贵妃、贵宾甲贵人，所以这是一个官衔，这嘛是一个后宫佳丽内底一个无势算真大的。啊，但是若到清朝的时，这个贵人伊就较低啊，他甚至比应答还要低，迄个答应应答。伫迄个咱若看着足侪连续剧内底小答应内底，搁较落去还是贵人。所以伊伫每一个朝代内底，伊的位置、伊的官衔拢无啥共款。但是来到伫民间，咱拢会定定讲着啥物？你会当有贵人相助。所以咱真意爱会当有撞着贵人啊，若是一个查甫的撞着一个查囡仔，因让人愿意将祖囝嫁伊，佮驾车、驾房、驾厝、驾迄落逐项拢驾，所以会当减少30年的奋斗，所以可能咱就会讲伊拄着贵人。但是即个贵人，伊所代表的，嘛是会当一个愿意欣赏，伊知影欣赏，愿意帮助的人。我想这就亲像咱中文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博越。千里马要有博越，无法度成做千里马。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底，若会当生命中间有贵人，真正会当互人伫艰苦的中间来搬过迄个家己的困难无法度做到的程度。有可能对路德来讲，保阿师就是伊的贵人。但是即个保阿师伊足特别，保阿师是好野人，伫圣经内底伊讲伊是财主。地主，所以伊若想要帮衬即个路德，其实伊会当用足侪方式。伊会当直接甲伊下底人讲来，即个路德真可怜，甲因搭家拿尔米无通挖靠，所以这规把迄个麦转互伊客人就好。但是若用即种的方法来对待路德的话，路德的心内伊会安怎想？我想今仔日伫咱的圣经故事内底讲到即个保阿师，有一点一定爱伫遮来提出。即个保阿师伊是照着应该有的法度，伊毋是用施舍的，伊的听毋是用像迄物件等伫狗内底，我即个物件互你，你若无要食，我嘛是可以饲狗，所以看你要无。伊毋是用即种的心情，伊毋是用即种的心态，但是伊是甲
路德讲，你毋免去别位捡，你伫我的田内底捡，然后你会当放心、安心啊，伫即个田内底捡。我会交代其他的人袂使欺负你，但是你会当照着伫犹太律法典管的规矩，会当光明正大，靠你家己的能力、实力甲权利去捡即个麦仔。所以你捡的麦仔是照着你家己的能力所赚来的，你毋是共讨的，你毋是共抢的，你毋是共分的。你会当头牙悬、光明正大，行伫即个所在讲，这麦仔是我捡的，你光明正大去捡。然后你若喙焦，你会当去啉水，你会当伫忝的时，甲我的女婢做伙休困。所以波阿斯伫即个中间伊所做的，伊是照着人会当有应该有的法度，毋是用施舍的，毋是用矫情的方式，伊是要互即个路德会当光明正大去做。然后伊对伊的祝福内底，伊亲像毋是对波阿斯家己一个人本身来讲，伊是对着上帝的角度，要来款待一个愿意接纳耶和华上帝，成做伊的上帝的人，然后要互伊伫迄个中间来得到好的稳定。波阿斯所做的，也成做一个好的见证。啥物话叫做见证？见证就是同款的代志会当继续发生，然后其他的人拢会当伫你的中间得到力量。波阿斯的作为，亲像什么？波阿斯伊所做的，亲像代表一个族群，伫接纳一个外族的新妇。即款的接纳，毋是对伊可怜；即款的接纳，毋是看伊足悲惨，所以我甲分两喙也互伊。即款的接纳，是愿意接纳伊，亲像家己人，亲像本地人，亲像平平是犹太民族，平平是耶和华上帝面前应该爱得到稳定的人。波阿斯所做的是用即种的态度去接纳。然后，波阿斯的作为，伊也代表信仰，会当伫信仰内底去接纳一个愿意相信、投靠耶和华的人。那用今仔日咱的话来讲，就是咱是毋是也愿意伫信仰的顶端去接纳一个愿意来到教会礼拜的人，愿意伫咱的中间做伙来追求上帝的人。愿意伫咱的中间也讲，我对即个上帝有兴趣，我嘛想要来认捌即个上帝。咱是毋是也有法度愿意伫即个中间款待伊，亲像平等的人？无论伊过去所做的是啥，无论伊是好嘢还是善车，无论伊是勇壮还是破病，无论伊是以甚物款的情形来到伫教会。无论伊是为着闪避某一项物件，所以想要来到伫教会来追求人伫即个中间会当款待伊，亲像一个兄弟姊妹。波阿斯所做的，也代表伊家己的信仰，要安怎伫伊的信仰顶悬来表现伊是疼上帝。所以伊的做法是啥物？伊的做法就是将伊会当做的施落伫一个弱小的女子的心情，要互一个欠配的，要互一个无依无我的人，会当伫伊的田内底去捡迄个麦仔，用即款的行为、即款的行动，互人看见波阿斯真正是一个真心真意、真诚真力疼主上帝的人。伊阁疼厝边亲像家己，即个厝边甲伊无任何有利的关系。亲爱的兄弟，当咱伫波阿斯的生命看到伊有即款的表现的时，可能咱嘛会真欣赏。我哪会当拄到一个生命中间的贵人，用即种的态度来款待我的时，哇！安尼我的人生所行的路，可能拢总无共款。但是亲爱的兄弟，搁较重要的是，毋是咱要去找咱生命中间的贵人。是咱在座的每一个人，敢有迄款的勇气，上帝讲，上帝啊，哪会使，互我成做别人生命中间的贵人？
咱所爱求的，毋是去超找我生命中间的贵人是甚物人，是爱问咱家己，咱敢有愿意成做别人生命中间的贵人，亲像保阿叔一样，伫迄个中间用平等的态度来接纳路顶，亲像接纳家己的亲祖。接纳讲起来真简单，做起来真困难。接纳，若是徛伫两个人拢是平等的地位，要来讲接纳，这较容易。但是两个人的地位、关度、眼界若无共款，迄就是无简单的一件代志。莫讲啥物亲人，爸囝之间要讲接纳，用讲的较紧；夫妻之间要讲接纳，冤家较济。伫教会内底讲要听谈，迄是无利益的时才听落去。若有利益的时，爱考虑看卖，因为有时啊，真正是听袂落去。若是教会内底拢听袂了啊，要安怎听去到教会外口？有时人甲人一个团体甲一个团体中间要讲接纳，毋是遐尔的简单。但是要安怎接纳一个团体中的新人？要安怎会当互咱家己才做别人生命中间的贵人？我想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伫地面上一个真重要的功课。教会团体会互相接纳，教派真济，教会真济，有时啊就已经无法度合作伙啊。台湾民族中间的接纳。你有你的意念，我有我的意识，两个就真歹接纳。莫讲甲无共讲，敢若台湾内底过去所讲的外省甲本省，30、40年、40、50年，还阁有人提出来讲，就是这个物件，互咱无法度学，就是这个物件，互咱无法度得到平静，就是这个物件，互咱无法度真正伫听的内底互相款待。就是这个物件，互咱还阁伫人甲人的中间伫计较。但是计较的伊阁是甚物？有时计较到尾啊，无人得到利益；有时计较到尾啊，无人成做胜利者；有时计较到尾啊，敢会当互人发现讲，每一个人拢是输的，无人伫即个中间真正会得到什么款的利益。10月份、10月中到11月，伫咱黄哥华有真侪鸟仔，这个鸟仔有诶是伫遮哮喘，然后继续要搁去飞。我想有人伫即个中间也去西边遐有一个野鸟的保护区，也看到真侪鸟仔伫遐。我咧看，伫这鸟仔内底，毋是共一种的。这鸟仔的族群毋是干那一种的。我最近也伫林胜哲老师伊所写的物件内底，伊也讲到，也发现着讲，伫即个咱黄哥华，伊去迄个野鸟的保护区内底，伊会当看到，我看伊列出来，讲伊看到的鸟仔列出来大概30几种，可能不止是，大概要到50几种。但是当咱伫即个鸟仔内底所看到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无共款的鸟仔，伫迄个中间有无共款的需要，总是会当伫迄个所在和平做伙，拢为着共一个目的伫遐停留。因为有个人要继续，有个鸟仔要继续，搁飞南边去。每一个人的路目的有可能拢总无共款，有可能大家伫即个所在拢是诚做一个休卡的。有可能每一人伫即个中间拢是来要休困的，所以伫即个中间无啥物好济。毋知咱会记之前一篇讲到讲到加拿大雁，讲加拿大雁若是人字形，若是有个人讲 V 字形，就是准备要安怎要牵线。但是当伊还无法度牵线的时，伊有可能成一字形。有的一字形是直的一字形，有的一字形是横的一字形。但是伫迄
个中间，咱知影，即阵鸟仔在训练，即阵鸟仔伫鸟仔甲鸟仔的中间，要成做一个群体。伫即个鸟仔的中间，要开始有同齐骹步。你若详细去甲看，不管是雪燕还是加拿大雁，伊若真正咧飞的时，若真正要迁徙、要移居的时，因的时仔在演的，毋是真伫遮休困的哦，这休困的吼是咧训练尔哦。所以你会看，因每一个骹步、每一个时仔演的迄个摆动的迄个频率拢无啥共款。但是若真正加拿大雁、雪燕伫遐咧牵线的时，因的时仔咧演的时，你会发现因的幅度拢总共款。鸟仔用舌仔，人用骹。当人若要行了远，当人若要行共一个目的，要来头前行的时，每一人骹步爱共款。所以伫即个中间，咱会当发现，有真侪时人甲人中间、教会甲教会中间、民族甲民族的中间，甚至是国家甲国家的中间，拢是需要有一个时间伫遐互相来吞忍、互相来包容、互相进一步、互相退一步，为着要会当成做搁较大的事。有时啊，接纳是要互人得到祝福，因为若分开，只会落入魔鬼的诡计。当人会当做伙，共心共意、共骹步、共目标、共一个说、共一个主、共一个信仰头前跑走的时，你我的生命才行会，咱的人生才行会水。当咱愿意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别人来讲，我无求找着我生命中间的贵人，我干那求我成做你生命中间的贵人的时，咱即个团体会行了搁较水。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通过路德记，互阮搁一摆看见，就算是对外族的女子路德，你拢有你的恩典甲赏赐，你拢愿意伸出手来接纳、来包容。阮拢看见你通过着圣经内底所写的，看见你的恩典奇妙无限。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愿意伸手。赏赐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留下宝血，接纳阮即个有罪人，互阮伫你面前，阮通诚做洗清的人，诚做得到恩典的罪人，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摆着阮的心。主，阮为着阮所领受即款的福分恩典，献上感谢伫你的面前。主，求你帮助阮。互阮重新过来学习，接纳别人，亲像你接纳阮一样。互阮重新来找找生命中间的贵人，总是毋是找阮家己生命中间的贵人，是替阮的兄弟、替阮的姊妹讲，愿我诚做你生命中间的贵人。主啊，愿你的恩典、疼痛、怜悯、慈悲。互每一个愿意来到伫教会内底超找上帝人，主愿你的圣神临到、医治、安慰、扶持每一个囡仔伫教会内底哀伤痛悔的人。主啊，愿遮的人拢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愿遮的人拢伫你的面前得到好款待，愿遮的人伫你的面前拢重新受举起。诚侪人伫跑走人生路站中间，最大的胜利。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